后来伫个公园内，互囡仔伫耍的游乐设施拢差不多，毋是海公手，就是撸撸铁。但是这敢真正是小朋友想要耍的咧？咱的记者实际去问小朋友，有诶讲想要伫个公园耍射击，有诶讲想要耍骑马相战。等来囡仔意见有机会来实现咯。屏东县政府率先来修订公园管理自治条例，未来新公园若要创儿童的设施，就要先听囡仔的意见甲需要。囡仔介意海青树、厝流浪，不过除了这设施，其实嘛想要耍一寡无共的。拿空气棒，就是里面很多空气。囡仔伫个画图纸顶面，画因想要伫公园内面耍的游乐设施，有的人是画青树，也阁有人画种射击场。这种创意的，未来是真正有可能伫个公园内面耍到，因为屏东县政府修订法令，以后去新的公园时阵，爱先听一下囡仔意见，看因较介意什么游乐设施。我们都邀请呢我们的儿童呢来参与。那儿童当然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完全的表达他们的意见，那我们也可以有请他们的父母呢来协助来表达。联合国儿童管理公约主张，儿童甲成年人有同款的基本人权，包括自由表达意见甲信念。即马屏东县府领先全国修法，要听一个囡仔爱啥物，互公园佚佗的场所，毋是全部拢大人做主，安尼才会当互囡仔耍着因真正想要耍的。